大家好，我係展銷王聯盟 Word。今日10月15日剛剛完成7日新曝光 Mickey 顯銷實驗，用一個友情價評委測試呢個我心儀已久嘅靚場。原因主要係見到附近有好多商業大廈，商場係區內最靚仔嘅一個，而且九龍東近公司支援上方便，叫貨車幾十蚊15分鐘就到。呢個場正常頭位要1000頭到1000中一日，對我嚟講風險太高。呢次有機會我到執雞位，立即行動。結果營業額7日做15,000蚊左右，剛好打和。但我發現3個比蝕錢更重要嘅真相。真相一，平租位殘酷數學。我係樓上實測人流，中午飯時段頭位5分鐘約30人經過，我個位1分鐘都冇2個人。呢個流量差距，就算租金再平都難以彌補。真相二，隱形成本比賬面更傷。雖然賬面打和，但我派咗一位經驗豐富同事去守呢個正位，簡直係大材小用。影響士氣，呢個隱形成本遠比金錢損失更深遠，因為優秀嘅同事係會揀攻翻撳嘅位置，可以話係英雄無用武之地。下次咪搞。真相三，市場消費力真實寫照，即市場內前輩照舊以較高租金搶頭位，生意都比從前大打折扣，反映咗當前真實市場消費。總結一下，其實開始之前都冇太大希望，都係抱住唔輸當贏嘅心態，因為與其憑空觀察人流估計做唔做到，不如小成本試錯，看似好有機會。落到場先感覺到位置、人流、消費力嘅變數，有咗第一次數據，先考慮下一次應否再進取一啲，同一個場攞較貴嘅位置，否則貿貿然一開始就攞頭位，贏就由自可，輸咗就做幾個場都補唔返。如果你都想避開展銷場地陷阱，歡迎立即掃影片二維碼加入群組，互相了解更多全港各區場地實測數據，等我哋一齊更了解市場，一齊成為展銷爆數王。